目前的時間安排呢，可能就排你周3手術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就是那個骨診苗不要做吧？骨診苗要做，還是要做。那個檢查是排除你轉移的傾向的一個檢查。乳腺腫瘤這個細胞它特別容易轉移，轉移到肺，轉移到骨頭，轉移到肝臟，特別容易轉移。轉移到骨頭就基本上沒路了，對吧？遠處轉移了，基本上就是定晚期了嘛，晚期呢治療起來就會比較麻煩了。那不是麻煩，是基本上沒蠻多路了。哎，不是這麼說。好，大概就是這個情況。好，那到時候等你問完教授之後，我再來那個。對。好吧。好。那我就可以撤了。中午好好吃飯，不要有什麼太大心理顧慮，沒關係。我有心理顧慮嗎？我沒有心理顧慮了，行吧？我啥情況我都能接受。行。叫姓什麼？姓什麼呀？姓潤。姓運啊。等于是现在治療方案壽命呢？一般來說，70%以上的病人可以活20年以上，就是沒有說出現嚴重的復發、遠處轉移，或者說腫塊又在那個地方出現了劇烈的病情進展。那一般來說，這個病，把這套治療流程走完了，預後是相當好的。中期的話也可以這麼長時間是嗎？就是談中期啊。行。他這個有什麼忌口之類的？沒有，至少手術前沒有了，手術後還是忌口清淡一點。我是說化療什麼都搞完以後，沒什麼忌口。沒什麼忌口。他跟我講過，他是不是家裡他媽媽的姐姐好像說生過這個病，他這個很有可能就是有家族史，跟他的生活習慣呢，我覺得可能還關係小一點。你這麼年輕，42歲就生這個病，現在不都是年輕化了嗎？那倒是。他平時他做什麼工作的呀？平時壓力大不大？不大，工作壓力不大。帶小孩壓力大。小孩啊，我家小孩比較調皮。男孩女孩？男孩肯定一個男孩子。他的情緒控制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估計有很大關係。我相信他很樂觀了，但是我覺得生了這個病，他自己心裡不好受。這個東西表面肯定樂觀，這麼久了，有一個心理建設過程了。說實話。我剛看他打牌都亂打了，心裡肯定是很痛苦的。但是沒關係，這個病沒有想象那麼糟糕。治肯定是可以治的。只要能治好。只要沒說到晚期，都是搞得好的。好的。好，謝謝。但是表面上看還是很鎮定的，但是把那個結果給他看的時候，明顯手就有一點發抖了，然後還是裝作很輕鬆在跟我聊天嘛。但是我餘光瞟了一眼他打牌的那個動作，一看就是心裡很慌張的樣子。大部分人都是爭搶。對。我看他打牌打到最後6、7、8餅都成了，然後來了張9餅把8餅打了。可能是我沒看全吧，但我覺得只看這幾張牌挺不合理的，估計已經心如亂麻，不知道該做什麼了。還是很勇敢的一個人，我覺得能夠笑着面對這個結果，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。